走。别走啊！别走，别走！好了，不要开了，那个开那，中央电开了，中央电不要开，不要开了。好，你去哪儿了？中央电开，别走啊！哎，好了，好了。啊，对，后转，后转，你别找他们问问情况呗。好啊。中午上午知道吧？没有考，后来是那些人家白天急了，刚开会回来，我问一下情况。对呀，多少人呢？我们在那个地方看到是观察哨看到在那个建筑啊，只有100余人。我们知道吗？现在上个观察哨把那个地方看好。就中环购物中心这嘛，去中环这个家园超市，这个这边的中山都。我就搞你又是一个多次了。啊，啥？去，房顶上有人。来，回去。看着这个窗户。什么呢？杨姐，你负责，杨姐。对。杨姐，你负责，杨姐。哎，你是采访的吗？对，杨姐，杨姐。哎，你采访的吗？你听到吗？你看。不是。我扫吃。嘿，跪下！让他看。就拍那些，能放心。对，对，走，不管了，我们赶紧走。站好，把头蒙起来，2个人蒙起来，1个人看着，头蒙起来。你哪的？把那个出去。来个人。他走。他走。别打我。对，跟中央工作人过来的，这不是有标吗？从哪边走的吗？我这边，哎，我这边走，快呀！这边。快呀！皮来，注意，不要大家抽的，后面下边，配合点。2楼咋上的？上面还有人啊？哪的？法制在线的，中央电视台。快走，往出走，快点，手抱头上。你进去，你进去，快，手抱头上，快往出走。手放到头上，报出。没有的是吧？地下室没有，他地方没有，他楼下。跑走！快点拿起来！你这警戒行吗？你要说民事就哥说，那不要说，那我不能说，走吧，拔刀你快讲他。来，你们快！我这样回家。好的。啊，就抓住了，搞很大门打死了。打你们人在哪儿呢？他们是我啊，你说砸东西的，砸的啥里的？一般说裤子。
再瞅着吗？下，出去。小心啊，跟紧。走。从哪进？我们从哪进？去哪院子？没有门，没有门。必须的，快去这个包子，这个嘴，别两个人洗。来，你帮我看。你到后面去，往前走，别把门堵死了。哎，堵门，往前走。往前走。危险！危险！你往后退，你人上。别动手！别动手！快！不动打！别动，断了。啊，走。让开。别动，别动。往队。快点来，给我动，给我动，来这走。你开始走，你自己开的。这谁？这谁负责呢？几班的？地上。这是板子，不打他嘞，不要打。太残忍了。刚刚不久，这里发生了这旁边这周围发生了这里是乌鲁木齐市的，这里是乌鲁。这里是乌鲁木齐市的宁夏湾路，就在刚刚不久发生了一起几百人的骚乱，公安和民警呢从民居里抓获了一批。这里是乌鲁木齐市的宁夏湾路，在刚刚不久，这里是乌鲁木齐市的宁夏湾路，在刚刚不久发生了一起几百人的骚乱，公安和武警呢抓获了一批躲在民居里的犯罪分子。行吧。这里是乌鲁木齐市的宁夏湾路，在刚刚不久呢，发生了一起几百人的骚乱，公安和武警呢从现场的民居里躲出。这里是呼和浩特的，不是呼和浩特，这里是乌鲁木齐市的宁夏湾路，在刚刚不久呢，发生了一起100多人的骚乱。这里是乌鲁木齐市的宁夏湾路，在刚刚不久呢，发生了一起100多人的骚乱，公安和武警呢从现场抓获了一批躲在民房里的犯罪分子。
精神一点啊！下来，下来，